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天气慢慢反凉，有的人爱伫咧浴巾啊浸身躯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个读做浴衣第八条。这个浴就是洗身躯的意思，咱讲洗浴。啊，若洗身躯的所在，较早讲是浴室、浴巾、浴巾啊，也有浸身躯的茶桶，较早有人讲是浴桶。即马大部分拢是放伫咧洗身躯间固定起来，咱大部分讲是洗身躯槽啊。这个文音读做浴衣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浴巾啊，也就是洗身躯间，有人讲是浴室。第二个词读做海水浴场，就是海边啊会用个耍水的所在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这个海水浴场规个电翻了后，全新开幕，规拢新点点，搁再加做新的储水游乐设备。收水了后，也搁有全新的浴巾啊，嘛足享受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浴第八条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